Hello，咁繼續《生命通會卷四》嘅，咁呢一堂開始會講乙木嘅，咁乙木春月見金強，有丑亥逢大吉昌，錯接盤根起剁削，餘行南地反為殃。春天乙木正旺啦，佢係好旺嘅咧，錯接盤根，所以金要強啊。金強會成氣嘅。咁如果柱入邊金多啊，譬如庚辛啊、巳酉丑啊、混雜啊，要有丁火去制啦。丁火制煞為宜嘅。歲運呢，即係大運啊、流年啊，行啲金嘅地支啊，譬如丑啊、酉啊都 OK 嘅。咁亥呢都可以嘅，因為佢可以令到啲火冇咁強啊。咁所以有丑亥為吉。如果你出生嘅月份呢係4月，火旺之地。呢一度呢，佢係加咗一句去睇翻你4月份出生嘅月木啦。佢話逆行為好嘅，即係行木運啦、水運啊都 OK 嘅。咁最後一句呢，佢就講行火木旺地呢，傷官見官啊，就忌嘅。咁即係話你講翻轉頭啦，又講翻轉頭用金嘅時候，你唔好行啲火木旺地咯。行到去火木旺地呢，就傷官見官啦。好，下一句呢，就係月生卯月見金宮，運行水金去火通，申子酉中應許貴，火臨相聚隔橫空。再加一句啊，庚辰辛己時中遇，月己逢牛總一同，水金運底成功業，木火相逢反落空。卯月嘅月木一定用金嘅。見丙火為忌啊，因為丙火會克金啊。所以火旺啊，有木啊，木火相生啊，都會壞局嘅。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個運，就唔可以行木火啊。易行金水之地啊，所以佢大運一定要行金水，即係逆行啦。好啦，下一句，月日春冬時遇辰，再逢申忌一般倫，餘行印地分榮貴，只怕丙丁損用神。呢一度呢，就講翻冬天啊、春天嘅月木。時辰呢，就見到庚辰時。如果庚辰時呢，就正官啦，係咪？財官啦，有啲係財官咁論啦。但係運到啲辛金啊、己土啊，財官太旺啊，又混雜啊，所以都係要睇翻啲大運啊。大運呢，最好行啲水旺之地嘅，先會富貴。嗰陣時呢，一係富，一係貴啦。火多呢會損用神嘅，因為火同水同金呢都會相克。要小心留意翻個火多唔多啦，喺原局入邊。OK。月日春生用丙丁啊，水金不遇廟難行，不要西北虧戊啊，身旺無囂水地平。呢個再講翻春天嘅月木嘅身旺啦，但係唔見金水喎，即係冇官印、冇煞印，淨係見到丙丁為用啊。即係木火
木火嘅一啲，又叫木火通明格啦，我哋叫係咪？好啦，咁一定唔可以見金水啊！見金水咧會破局啊！咁或者會木啦都唔起嘅，因為木旺啊，咁都火會太旺啊！或者癸卯啊，木火癸卯咧就麻麻地，OK。所以金水就運咧麻麻地嘅，其實。好啦，如果你丙丁太旺嘅時候咧，身啊要旺嘅，所以都講緊啊，用旺。行北方嘅，即係逆行咧，逆行到水地嘅。再見土嘅時候咧，就不忌水喎。即係用旺嘅時候啊，用身旺嘅運啊，行北行水地，透財就不忌水。好啦，下一次再講其他嘅乙木嘅配合。拜拜。